喵喵。你安尼唱，我想着我之前伫迄卖场听过猫仔狗仔咧唱。讲起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就拄仔偷美人咧，你敢有听出来？无，听到没想讲奇怪嘅，才初几尔，咱现在伫讲这，无啊，因为阮即个月就干那即集尔，所以即摆无唱，到时阵月底就无机会啊。所以阮只好伫即个时阵就先甲恁唱起来，听众朋友啊，你有感觉阮用心计较无？真正是足甘心的啦。敢有人跟你讲？家己讲，还是你有听过什么版本的？人甲有分享哦，我感觉我这囝这唱了是袂歹啦，袂歹袂歹，我你一个赞。好啦，咱直接咱等下就要搁开讲做这，咱头前免讲伤济啦。嘿啦，好啦，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若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内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是啦，又佫是咱的小编听你讲咯。头前已经讲过啊，其实。哦，咱今日要讲啥咧？我跟你讲，顶回咱咧甲大家呼吁，真正有人来 Apple Podcast 甲咱留言，有哦5粒星，5粒星，其实嘛无袂少啦，都3个人啦。那啦，哦4个，5个啦，到底是几个？尽量3、4、5、6、7，尽量3、4、5、6、7，惊着无代志。好啦，听众朋友愈济愈好，阮拢会甲伊念出来。对啊，啊，即个，毋知啥，即个无留名呢。第一个无留名，即个11月11留的，伊标题写好疗愈。好疗愈5粒星，好疗愈应该是华语啦吼。是啊，好疗愈的台语是要怎讲？爽快。伊讲呢？伊讲声音真古锥，一个爱心笑面。哦，毋是哦，这是真古锥。哦，真古锥哦，这宜兰的变调，真古锥。声音真古锥啦吼，这个真古锥的这个真网友吼，多谢你。多谢多谢。好，过来是又气讲。伊是因为因翁甲伊推扫，才来听咱即个台语台，嘛是因为即个 podcast 才来去看地甲里长。听着无？隔壁栋的同事啊，钱甲我拨过来啊！意思团队，意思就是讲阮的业配有效的哦。安尼咱即摆是毋是爱起价？其实咱就无想半箍钱，讲起价。阮起价就是吼，迄四手啊加2包，肉干加2包。对，这就是阮起价的部分。食的来对，这就是阮起价的部分。好，过来哦，这个朋友真趣味，这个朋友伫阮迄小编听你讲的卡甲咱留话，这是面册对吧？对，这个姓陈的朋友，那朋友那种姓陈哈。无啊，无像迄单体赛啊，单体赛，啊，还有迄死朋友啊，啊，还有迄奇怪，最近即寡老话拢是无啦，单是单生啦。啊，对啊，对啦，你讲的嘛是有道理。后来这个单网友讲，亲爱的小编您好，真介意恁2个人开讲的感觉，听起来足爽快。听讲的足爽快啊！伊讲打开始是因翁推扫给囡仔听，哈，推扫给囡仔听，你敢会使？伊讲囡仔偌大，伊讲尾啊变做是因赛车时阵的背景音乐，希望讲有一天会当邀请因翁来上节目开讲。等，我有问题，咱这囡仔敢会使听？看囡仔偌大汉啊！我感觉迄5、6岁可能是无法度听，但是国校啊1年7、8岁、7、8、9岁，这可能就会使。但是咱是教育频道呢，咱是狗，毋是阮是猫的频道。对，所以就是无要紧啦。若是有对阮啥物意见，咱讲讲，阮会改进。对。该回息的所在，我嘛是回息的。小朋友，你有咧听无？你爱像这共款，爱勇敢承认家己的错误，爱回息的时阵就回息的。啊，若是想要甲迄个人拍就拍，无啦。教歹囡仔大细，无啦，讲笑。以上拢是做效果的哈，小朋友毋通听哦。伊讲伊要邀请伊的先生来就节目开讲，你感觉咧？但是先知影讲因翁是伫做啥物的啊？对，听众朋友，恁就是若真正欢迎讲，就是恁的行业，譬如讲像阮之前邀请过木工、水电、土水，还是讲恁就是有其他行业的，甚至
阮之前嘛有咧讲啊，恁厝呢有咧种啥物，拢会使来甲阮联络。对，咱是符合阮的主题，真正阮真正会甲你邀请来。邀请过来，你莫到时阵甲你邀请吼，结果你毋敢来哦，我会甲你笑哦，我会伫咧网络，我会伫阮节目面顶公布你的名。啊，若是歹势来就这嘛会当写批啦。对，你会当写批，还是讲你会当就是你录音，你就莫来。啊，阮先甲你问问题，啊，你先录音，啊，阮甲你加咧，加做一个洗好的节目，安尼做奇怪。还是用电话访问的方式，尽量是莫电话啦，因为咱伫现场哦，迄个气氛较好啦。好，过来是阿公，我要10箍。阿公讲感谢公司台语台爸爸，互叶家有遮尔侪机会，嘛期待叶家有更较侪节目。哦，阿公，这就是叶家的替赛，啊，毋是替婚。阿公，你安尼毋通啦！我感觉你这段是流出来是要叫阮念互迄公司台语台听的。歹势啊，阮这主管无咧听，互你失望咯。好，过来这个，哎呦，又个是袂种，有够古锥支持阿家甲乌白边做好听的啦。多谢，谢谢啦哈。啊，过来这个是啥物？我看者，过来这个是 K 网友讲轻松活泼有知识。哎呦，伊看出咱的深度呢，真正是一个只有眼光的迷种啦吼。伊讲伊真正为着考台语认真开始听，后来就固定家听落去。节目的风格轻松趣味，佮有真侪知识，非常介意。哇！会要去考认证的。这网第一集开始听嘿，这网友的眼光小好的呢，伊一定认真有考过。这听咱的练习。但是我要讲一句话，嘿，之前我就是伫咧路边拍零的时阵，我毋是迄种熟悉一个人，啊，叫我甲伊介绍听咱的节目啊，有来老话嘛，对，有来老话。嘿，结果尾啊，伊讲吼，伊介绍伊要学台语的朋友听，因为伊打开始听咱深头迄几集，嘿，咱深头迄几集，咱当初是打开始做节目的时候，较避暑较歹势，所以学历史，基本拢毋敢登去听，所以你敢敢登去听？你敢登去听？你甲你讲话，所以迄当初咱讲话较慢调。啊，结果尾伊就是开始听咱后壁即几集较好笑诶。嘿，伊听一个讲不得了呢，咱讲话小紧诶。伊讲伊是台南人嘛，啊，所以伊家己本身有咧讲台语伊听，结果伊讲伊介绍因朋友，伊感觉讲因迄袂晓讲台语诶，听咱两个讲话可能较有困难。哦，伤紧就对啊。听众朋友啊，速度会当切啊。对啊，听众朋友啊，恁咧若是 Apple Podcast 诶，倒边下骹吼有一个会当调诶倍数诶，你家调较慢诶啊。咱讲话就是爱有人迄无语者，就是安尼，你总袂使甲外国人讲讲，excuse me，slowly please，无你个不要 slowly， 因为你伫打学尔，你个毋知影加 ly， 你讲 slow speak slow。What？ 听无呢？所以你安尼讲有道理。对啊，你若是甲日本人讲话，你个袂使讲哈。伊感觉你做无礼吗？对，所以就是我感觉讲就是加听几摆，你先浸伫即个语感内底，浸久了，你就会豆豆惯死讲即个物件。我毋知恁国中的时阵，还是讲阮细汉咧学英语的时阵，大家拢讲啥物爱听的，大家讲英语啊。哦，透早就伫听，搁要唱透早听英语。你也我真好用，所以拢会使用。笑个老鼻，你去看。听众朋友最近天气反寒佮反热吼，恁家己爱特别注意身体哦。啊，过来喙仔嘛爱记你挂，你熊熊变做安尼啊？关心的节目，对，喙仔嘛爱挂咧，因为最近迄麦将困，大将军，麦将困吼，最近在咧流行哦。啊，若是一直扫，扫甲气管若要扫出来迄种感觉。我之前捌钓过，你敢知？你有钓过？对啊，我之前。我就是迄是囡仔才咧钓的呢。医生嘛是咧甲我讲的。啊，我就是一个高水囡仔，你甲真正知影？哦，好哦。什么意思？好啦，过来听讲，你有一个故事要甲我分享啊？我有一个故事，对啊，再就有一个故事。用爱先讲我的故事，无要先讲阿公的豆果。阿公，毋是阿公啦，阿东是咧，阿东伊叫你阿公啊，你有听到？阿公，你的辈分伫阮遮已经是阿公咯。好啦，先来讲我的故事，再配阿东的豆果。安尼听人讲有较有气味哦。啊，毋过爱提醒大家，嘿，你若咧食物件吼，是先试暂停。你若咧食物件，先试暂停。对。毋是爱经过3遍，创啥？
你若是你食物件，先去暂停吼。你若是毋暂停，要继续甲听落去吼，到时阵莫来甲阮投诉吼，讲要食袂落去吼。嘿啊，好来请，好啦，故事要开始啊！噔噔噔噔噔。即摆无迄音效他唱，我甲你用唱诶。多谢你哦，免客气。就是有一届去便所的时阵，你才去便所一届尔。有一届我即种经验无想要伤济届。去便所的时阵，对，我就入去啊，嘿，平时就吵，有够吵诶。我就压落来，因为阮迄便所2间嘛，下骹是迄人，通诶，就压落去，无人啊，毋是隔壁咧放屎，我就想讲奇怪，就愈受便所愈吵安尼，我想讲到底臭味是倒位传来的？对，结果我甲挖头，有一个屎掉咧壁顶管。我直接是叫要昏去，掉伫壁顶管。嘿，到底是啥人的屎喷到安尼？毋是，可能是手去过着啊，所以就想讲啊，毋知要哪回伫壁顶啊，我是安尼想啊。啊，你不要用卫生纸啊，面顶敢有迄长一条安尼？无，就是足细安尼。啊，是感觉伊迄条屎足水的，想要甲大家分享。像阮兜的狗啊，阮之前阮朋友的狗啊，我有听过即种故事，就是伊放出来屎足水的，伊会叫因主人来看，啊，想要人家学落安尼。对，我想是无需要啦。无你甲即个同事是想要甲你分享啊。多谢。即种经验真正是我无想要爱。听到没有？你以后若是有即种物件想要甲人分享，就是翕起来就好，好无？拜托，毋通高伫壁顶。咱用看的，免无需要用片的吼。高伫壁顶咧真是，淡薄仔夭寿呢。啊，尾仔敢有人甲伊，你敢有甲伊处理掉？我无甲处理掉，我毋敢用啊。你毋敢用哦？嘿啊，就请迄摒扫便所的阿姨啊，来处理安尼啊。阿姨足辛苦呢。我敢有听到阿姨啊咧大声话呢。拄则是毋是有迄可能爱逼掉的所在？那是有淡薄仔变个，嘿，搁处理。无啦，以上是我讲生笑的，嘿，我无听到阿姨讲啥，我只是家己想讲，我若是迄个阿姨，我就甲伊配音者。啊，前几工，搁有哦，搁一届，你那样就使无啦，是别人毋是我。那个使就缘分嘿啊，拢拄好是你看到，嘿，嘿啊，啊，就要入去啊，对，啊，就看有来使无腔调，嘿。这就侪人安尼呢？为虾米安尼？毋知啊，我嘛毋知啥呐。伊是想要留互后一个人分享，又开始要分享后一个。毋是，后来我就问董事，对，董事讲，迄屎敢若抢袂掉。这有量有较济，这有一个问题，意思是迄个董事知影讲即个屎是啥的，无就是伊有抢过。伊有抢过哦，所以无你卡迄是我家己啊，我想要加讲，迄毋是我的啊，我所以你就是安尼啊，因为我感觉迄屎抢袂掉，莫入去迄间安尼。我个人是无即个问题，有一工爱上足侪摆，所以我迄拢清清彩彩的抢掉。我无恁即种比个人的困难，量较少就对啊。没有，你食饭个莫怪我，我拄则已经叫你出条啊，你家己坚持要听落去。我跟你讲。恁即马是第一届听到，这白边发生代志的当下，伊就随段讯息甲我讲，意思互你知啊，意思即种较芳的代志，该使要甲我讲啊。虽然我骗无，但是我会用想的啊。你知影拄则转来要即个便所的时阵，我拢足紧张的先看者。我即马去便所嘛会啊，是毋是 PTSD 对无？会啊，我之前有4间那间，我即马敢若剩2间尔。就痛苦诶！我拄则要入去，真正我先甲喙人揢过来，啊无开起来无问题啊！先甲门拍开，先射一个。哎哟，你看我甲你讲，你就会安尼有紧角安尼。什么紧角？你害我就是愈来愈痛苦。你讲 PTSD 愈来愈大。好啦，这样有去。我够，嘿，够。无啦，这是这间公司的人听起来那垃圾哈，是不是爱检讨一下？是不是爱甲迄什么服委会甲因讲者，就是甲伊宣导主管汇报的时阵，叫因报落去啊。各位主管，请恁甲恁的员工讲，便所便了爱呛水，爱迄屎想要甲别人分享嘛，毋讲顾伫壁。真需要，请主管替阮转达，啊，无影响到上班的情绪。
听起来小无啊你啊，我嘛要讲一个。好，我你讲。啊，还有迄月经，月经拜托诶，你去七啦，妹数。你去七个，无要紧啊，咱来正名，因为咱以早就是有名化嘛，甲因讲这是啥物无清气物件，是创。但是其实就是咱人正常的生理反应，是，对，迄无垃圾啦，你摕出来放伫遐，迄就是正垃圾。嘿啊，爱收啦，吼。对，你若切过更起来卫生，对，甲卫生纸安尼拗一个，也是讲佮抽规张啊，甲伊放落去。迄公司的卫生纸，迄毋是你家己开钱的，你莫唔甘好无？嘿啦，要较欠诶。咱嘛是爱叫有啦，恁主管你听哩。对，啊，就是你着至少迄卫生棉甲伊卷起来，嘿啦，还是讲就是用卫生纸甲伊包咧。啊，像阮老母以早拢甲阮教，就是讲，就是你拆新的起来了，新的外口毋就一个包装，对，你会当甲旧的卷起来啊。对啊，旧的就是要包新，迄换新的迄包装啊。你倒是要讲啥？你要紧张好无？毋是，我自细汉阮老母就甲阮教，啊，所以我后来出社会了后，就是我无出社会，歹势我真读册，我去学校上课的时阵，我看到有人安尼规地安尼一地放伫遐，那想要甲人讲，你看我的花，就奇怪，是袂记你收。重点是恁敢知迄个花去拄着空气了后，有味，伊有一个味。对啊，我的鼻仔佫消灵诶。对，我自己迄么昏死去。嘿，听种朋友毋通做即种人呢。听种朋友，恁若是有迄查某囝诶，还是讲有迄囡仔，花你就是无论是屎是尿是血，拢是爱就是小可挤一个，拗起来，放落去便所。奇怪，咱对，咱是一个教育频道，咱爱教育伊爱清气，无论是讲是因为气味，考虑着别人诶感受啦。重点是伊会有味，过来是第二会有细菌。对啊，所以讲就是嘿啦，就是迄莫去便所好啦。包尿珠啊，包尿。毋是嘛袂使，咱爱去便所。你搁甲我讲，你无去便所到时阵，就搁要去碰石。咱朋友毋通，阮是讲吼，就是因为阮之前有朋友甲我分享讲，就是伊拢禁石，结果禁的，结果碰，是碰讲还是邮寄出问题，结果去碰石啊，哦，迄惊倒人咧。毋通啦，毋通。伊写批来甲阮关心讲，叫我爱加啉一寡水啦。对，水真重要。对，爱加啉水。奇怪，咱主题哪会变甲安尼？我久要讲诶，就是我你讲，我迄叫啥？马桶挂闭开啊！哦，你夹着尻川？毋是大腿，无尻川。你无尻川？毋是。我就想要看无尻川。哦，我想讲你若无尻川，我就想要看。就衰，我感觉真正是。那拢叫伊拄着，就一个便所那样衰。主管啊，迄主管汇报处理者吼。嘿啊，马桶挂闭开。但没有恁敢有即款的经验，买当甲阮分享，我还当来收集一集，就是即种细种。互阮知影，阮无孤单。敢若你无孤单，我希望我即世人袂甲你共款做共一半。恁著莫去就着迄间。好，过来咱来分享阿东分享诶。哦，这真诶，甲你在工作真下书呢。伊讲吼，人生亲像咧竞赛，有时阵你足激烈，真拼死，尾啊说干那一声不，所以就是无放出来。对，啊有诶人就是想讲，哎哟，这就是跟我拄则要讲诶共款，人生就亲像咧放屁，本来想讲着放屁尔，结果不胃口塞。无啦，伊讲结果内裤说干那淡淡。哦，这真诶呢，今年阮朋友。这个使讲，恁朋友，就是你家己，毋是，过来先讲人生敢若咧放屎，感觉别人诶拢较顺，甲我会嘛足顺诶。恁敢有身躯边敢有迄种朋友，就是你要找伊创啥，伊不三时拢咧放屎。敢有？我看你哦，无，我一直咧放屎啊，无我是一直去便所啦。哦，我可能想着会去便所，想着会去便所安尼。但是我拢去一时就倒来啊，我也无去足久诶啊。嘿。但是你会记得之前我也是无伫位面店，人问讲阿姨去便所啊，我要去便所，嘿，大家拢知影我去便所，所以你就接走便所就对啊。我是有迄朋友，就是特别要出门的时阵，就是要对，伊就是要去便所，无论是大小便拢共款，但是只要要出门啊，还是讲就是要上车啊，阮老母人讲要上桥啊咧放桥，即要放桥，对，有一句俗语，
对对对，上桥才要放尿，对对对，啊，因就是要找因创啥，拢出门啊，大家拢好啊，要准备啊，伊就讲，等，我先来变数者，真正是塞尿尿。好，过来上尾啊，阿东这上尾，伊讲人生亲像咧放屁，想讲放一个无声无人知，哪会知影遐尼臭啦？真趣味呢。是毋是有一句话语叫做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？有。结果伊也是连环屁，又臭又响。三句。到底咱即集到底是咧创啥？做想要看主管咧听的时阵，伊的表情。希望伊毋是咧食物件。主管你咧食物件，我都无度啊。啊，搁有啊，讲到即个变数的代志。如果是变数，你还袂煞呀？好，你继续。阮朋友就是，恁朋友就是你家己，真正的朋友。对，伊就是伊的同事甲伊讲，伊的同事是一个查某的，啊，伊有一个男朋友，啊，伊即个男朋友甲即个女同事讲，就变数上了，啊，甲迄个挂掀起来，啊，因两个就因为安尼冤家啊。啊，阮朋友就讲，看我有啥物感觉安尼。哦，你是要问我吼？你是问我意见是要甲我讨论？问恁兜是掀还是无爱掀啊？啊，为虾米啊呢？我家己大的时阵，我是甲迄马桶挂拢盖起来，全部盖起来。呛水进前是盖起来，因为我感觉迄进前有迄医生有讲啊，就是你呛水的时阵，迄细菌会喷出来啊，创啥，所以其实其他的所在拢会去喷着。咱毋是讲迄气味那可能变数，比迄什物更较垃圾100倍，无，所以我就是伫阮兜，我就是盖起来迄排。啊，是以早细汉住伫厝里的时阵，歹势阮兜拢是阮小弟变数上了，爱甲马桶挂掀落来。哦，你有看恁兜查某的较济，查甫的较济啊？阮兜8个人，5个拢查某的，阮小弟就是哇。哦，较弱势。我变弟弟哈，你毋通倒过哈。小弟以早拢叫我拍呢。讲这大事啊！这敢袂通讲？会使啊，我被妈妈拢会讲。你看，你拢应该拍，你搁安尼啊？你小弟拢安尼搁安怎？我讲哦，所以咧，甲拍安怎？像叫细汉害我叫人拍，这种代志讲甲节目起来。啊，尾你安怎改印？我就去 Google， 因为有就是有两排啊，有诶就是你讲安尼，就是一家伙啊，看是查甫还是查某，倒一个比率较悬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全部都盖起来。哦，安尼甲我讲拢共款啊，对啊，就是爱甲伊盖起来啊，毋管是查甫查某拢爱现。我知，咱即集出去了，你伫咧发现动 ，IG 面顶发现动，问看网友，大家请问恁兜的变数上了后，马桶挂，还是讲马桶你坐迄个所在是拍开的，还是关起？请恁来投票甲阮讲。啊，若是恁兜有啥物较无共款的规矩，像阮兜安共款，就是阮查某人较强势，所以就是爱放落来这，你嘛会当留话甲阮讲。哦，啊，我家己是看说变数的人是啥，都甲伊尊重。安尼可能我讲啥，你拢爱听咧，因为我是一个小介意说变数的人。你敢知影说变数安怎说？我毋知啊。阮迄室友啊，看到我录变数，感觉惊倒人，因为我是徛起面啊，对太路旁安尼路太路，对，路太路啊，路的马桶啊，啊，有挂迄，当然嘛爱，当然爱，无你等伊望着晒是安怎？佮转来到晒啊！虽然讲我逐工咧甲猫仔落屎落尿啦，但是吼，迄猫仔因拢食共款的物件，迄差不多就是安尼尔。咱人食五穀百物，食较济物件，啥物拢食落去，迄味吼毋通哦，毋通哦。而且冲掉敢有味？有啊，你哪会知影讲伊在啪啪啪啪啪出，无去喷着别位。哦，就恐怖，佮互我受着已经变数啊，喷到满世界。我是毋知伊会喷到壁面顶哦，但是我就是惊去摸着迄边啊，是马桶的什物啊。而且你还记得，我是用起面啊，迄细支字迄做我的呢。哦，好啦，你爱洗变数安尼嘛好啦。你迄壁面顶迄，你看着你就惊着，我若摸着我可能起笑。任何人都会起笑啦。摸着家己的就准拄煞，摸着别人的。哦，笑起。好啦，这现到底这个赛九话题当结束差不多啊，来结束。好，过来要讲着，哎哟，咱有收到网友送来礼物咯。多谢瑞华，多谢瑞华。对，瑞华讲，因为伊的发票有着400块，所以伊寄2包青色歪歪。迄个啊，对。我咧无食着，未开啊，而且是特别的口味哦。真假？青色毋是就是迄个口味？无共款，有柠檬的香味。
我是还袂食啦。伊讲的较介意柠檬的口味。你到时阵啊，我袂来，你就甲我食去，我你死啊你！我就甲你带去迄间别墅。咱以后要出货的人就是关伫迄间别墅。最贵哦，你食。莫个讲啊。好啦，安尼就是上重要。工商服务时间咧嘛是爱共照讲者啊，这规集拢你塞就少，主管会生气啦。对啊，主管无啦，阮甲讲10分钟尔，虽然讲一集30分钟就讲10分钟。但是我嘛是有真正做工过啊。有对，安尼先来介绍讲12月2日收成第3季来咯。耶！伫咧拜五下晡5点半。过来咧。就是网络面顶会使看，对啦，咱14台公司台语台 YouTube 直播的频道嘛会当看。若是讲你伫咧第一时间无入到现场第一线，会当去倒位咧？会当去迄个 YouTube， 迄个啥？阮即个儿童小路，少年，儿童少年节目，儿少的节目有开一个。专属的 YouTube 频道有开一个新的 YouTube 频道，对，所有的儿小节目拢会传起哩。那真好。因为之前有人讲，阮的迄 YouTube 频道面顶拢是预告，还是创啥？有的节目迄放送的前端因看袂清楚，阮即马特别甲囡仔的节目放去另外一个频道。嘿啦，阮这边嘛会放连结啦，你毋免烦恼，就是你有追踪阮的，嘛会当去追踪因安尼。对，真适合厝里有囡仔做伙来看吼。过来是12月10日暗时9点，夜盲啊！夜盲是咧讲一个古籍修护师的故事。若是无看到的人，12月17下晡1点嘛有伫电播。你问我讲这个故事内底是你写啥物？家己去看。你等足久的吼。阮即马就是有预告伫咧台语台 YouTube 顶悬。对啦，而且就是顶礼拜迄集啊咧，阮访问大宝的迄集，嘛有讲到即出戏内底的故事。你若是讲即礼拜啊，是讲顶礼拜无听到的人，你会当先登去听者。你听会了，你就感觉讲即出戏真趣味，可能会当期待者。因为毕竟讲就是古籍即个物件是咱伫生活当中定定会看到，所在定拢无甲伊放袂记，也是讲对啊，较青无去注意到的物件。我感觉讲听众朋友啊，恁会当来去收看。过来是12月23圣诞夜奇迹，同款是暗时9点吼，即个是咧讲一个圣诞夜发生的代志。对，讲什么废话？无啦，这个故事主要是咧讲家庭问题啦。三囡仔吼，为着就是要重现进前真和乐的迄天，伫遐想空想胖啦，是有淡薄仔悲伤，但是尾啊到底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还是悲伤的结局？家己去看。你除了即句，你讲啥物？真正咱讲啊尼济，就是爱家己去看。有人到底当时会去用投诉，我嘛是毋知。真正是爱家己去看，才会当亲身体会。因为有的人是对讲到水甲全破啊，看无。对啊，就暗时头前迄晒晒就讲我你会偏着安尼。嘿啊，咱雄雄就是拄一个遮尔营养的话题啊，雄雄变成遮尔悲伤，感觉怪怪的。好啦，回伫听众朋友啊，阮就是每一个月，阮小编听你讲，拢会整理就是大家网友拄着的代志，也是讲阮生活拄着的代志，啊，佮有阮想要介绍互恁的物件。希望恁若是有啥物消息，也是讲有啥物老话，也是讲恁生活发生啥物代志，都会当来阮的 IG，也是讲 Facebook 老话互阮讲，老话甲阮讲，对，老话互阮讲，对啦，恁老话互阮摕出来讲，阮会保护恁的名，袂甲恁讲出是啥。好啦，我们时间嘛差不多啊呢。差不多啊，讲到细细就拢得，真正是无多啊，因为真正是伤济讨论啊啦。对啊，足济当讨论啊，搁有啊，网友紧写批来啊，写啥物咧？嘿啊，今年下啥物愿，即马要年底啊，你的愿望敢实现吗？不，你的愿望敢实现啊？我的愿望就是白变 NG 较少咧。啊，你敢有实现？无，我感觉有咧。你也较定咧，甲头前比。你讲第一集票，黑历史我要甲伊放出来哦。我有进步。咱后盖出一集就是黑历史啊，来放伊再来听看觅。我感觉我较济呢。毋免。好啦，听到朋友，你就是因为咱可能是后一边的小编听你讲，应该是1月份啊。你会当就是甲你讲，你一年咱今年规个结束的迄啊，像讲有人要减肥啊，叫人减袂落啊，去变肥的迄种。我讲家己啦，我讲我家己。你讲真正有下我即个愿？无啦，我讲食肥肥叫推，逐工会当食饭就是幸福，食饱就快乐。我的人生志愿就是食饱就爽。哦，对啊，心情无好是咩呢？
食物件对啊，食物件也是无够共款，佫无好咧，继续食物件。无啥物物件是一支鸡腿无都解决，但是有就是2支。我知影你就爱食鸡腿诶。对对对，听到没有？若有人知影拢讲，就是后边一工人咧食鸡腿。有鸡腿诶所在拢是食鸡，但是毋通寄鸡腿来呢。对啊，你会当寄，你会当寄迄电子诶碗来。我较喜食鸡翅啦，但是伊即摆无鸡翅啦，所以我干会当食鸡腿。好，莫去下关啊。好啦，较正经啦。我下关就是听种免疫力紧写批来吼，一两句嘛会使，一两句讲啊，我今年啥物愿望佫无实现，安尼嘛会使。非得就是 QQ 咧短短，就是 Q 来小编听你讲，长诶就是 QQ 有啥物批示。对，好刷收尾。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情爱甲小编讲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等下啦，啊，你确定讲免去甲主管问者？啊，是吼，啊无先甲问者。对啊，咱是毋是先暂停者，甲伊讲者，咱即集拢在洗九九，洗九九该使，到底该使？我感觉应该使。我嘛毋知，所以要甲问无？莫甲讲啊，处理落去啊，到时阵就是安尼啦，莫伫遐洗九。我来你决定啊，来继续啊，继续。好。